日第一日，主青应该对战，剑斗杀。你这那么紧张干嘛？我是真的很紧张。他搞混哦。哦，你看啊，你们刚刚一起拿同一壶，我看得很不是滋味。哎，你怎么拱出来呀？他们加起来有36岁。哎，梁山干有白狼谁？哎呦，孔出来！够你穷人哦！哎，你们俩不怕二人组，要不要换一下位置？对，来，主持帮我，还有三声没有，三声没有，回事，多悦耳啊3、2、1，停嘞，走开了。你看嘛，差别待遇啦。各位电视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分享樹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鍾白強。今日當朋友真到我故鄉苗栗，唔過今日無窮樣，喺來到上海我啲苗栗啊豆味啊，除了我出世苗栗市外最好嘅一個素材，該係3萬鄉。你怎麼知道？你有看腳本對不對？沒，因為你就是我的。心裡的蛔蟲，哎，我是你心裡的蛔蟲，哎，差不多啦。可以讓我講話嗎？走對，可以讓我講話嗎？走對。因為啊，苗栗3萬也豆味呢，也豆味有出動好食的呀個水果。哎呀，馬個地方就好食嘅東西，全係已經最好嘅地方咧。對，也豆味從3萬也豆味出來水梨，真的是超好吃。高階梨，對，因為該秋林嘅地形。我唔知道。還有馬個？還有也豆味3萬出醬什麼喲？哎呦，難怪你最愛。對，為什麼？高有乖乖。就染到該誰來了嗎？哎，等一下就可以看，而且我這一組有帥哥。哎呦，難得哈，有帥哥，難得有。你主青音很好染到哦。這很簡單啊，來看一下你這邊這一位。哎，沒有這個觀眾等一下會轉台呢。好啦，所以先來分享今日評審先生。好。來分享到我張數邊的系列劉雪玲劉先生。大家好，我係劉雪玲啊，謝謝。還有哦，我對爛嘴哦，又是我的好哥們了哈，戚玉鳳戚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阿鳳啊。好了，我們先看食材啊。今日主題食材啦，來看住下。哇，今日哦主題嘅食材哦，我今天我哋撈大家菜上熱下啦，打開嚟馬上菜上熱下咯。好。哇哦。嚟，韓英最好食嚟，馬介。鹹豬肉，我超愛的，哇，有豬皮我就愛，有皮是好嘞，對，有皮就好誒。啊，不過也個鹹豬肉講一下，也真嘅係客家嘅經典當中的經典，而且呢，大家當鋪啊，佢滷出來也個鹹豬肉米頭冇窮樣，因為佢用嘅嗰種調米粉啊冇窮樣，所以呢，等下呢當其他參賽者佢請帶來一條鹹豬肉，有乜嘅吃個米頭，好，咁我做乜料理嚟嘅？咩啊？豬鹹豬肉拿嚟切嚟煸香來。說川洋係乜嘅？鹹豬肉，炒係咩啊？係啊。哎，這個就很難了。慢慢講。因為要客家啊，用客家方式來炒鹹豬肉。已經有傳統。對啊，而且又懂客家。然後嚟分享今日嘅鹹水仔哦，3萬 T K 嘅牛年今日來到現場嘅比賽，提前呢先嚟分享到我倆組嘅係媽媽老賴叫我來到現場哦，係你嘅熊年紀，還有我們的軒逸帥哥來，掌聲鼓勵。來景義，抖飯羊哦，爛水之前哦，我終於發現客家界第2帥的人了。哦，第一位是孫中山國父嗎？第一位唔是講啊，而家自主嘅主青音啊，即係陳明珠。冇啦，喊我哦，飯羊哦，你都要改下就講哦，三番嘅地圖哦，專門出美女哦。飯羊的潘蜜鎮，還有潘秀妍。哎呀！飯羊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那你有啥係姊妹嗎？親姐妹，親姐妹有像哦，木竹會提防水來同學。真都這樣哦。好，先來了解下俺來賓哦，熊年紀啊，帶來嘅來，阿娘有爸阿母，來嘅真有做菜冇？有，真嘅？要搞幾做？要搞幾做菜。而係太來嘅，也係太來嘅。切太來嘅，接上最太多嘅，會唔會做？結婚忙。忙，水流勁係問題，水流勁係問題。
你有超过几个年龄吗？哎，年龄是问题吗？哎呦，而且我要观众朋友、粉丝年龄没问题。 focus 在煮菜这部分，OK？我以为你要 cue 对，到因为交友嘞。他女朋友已经在那里拍照啊，你还要问吗？哎呦，范范吼出美女，你看个记得有个颜值，哎，还没动这样，完全分不出来哦，马上是姐姐，马上是妹妹。因为你怕得罪他们。哎妹，其实基隆沙圈系双胞胎18岁，送爆卵啦！好，不过真紧恭喜咯吼，马上是姐姐。哇，嘿，19岁。 19岁，哎，妹妹吼，哎，平常时吼就强下煮菜吗？偶尔。偶尔哦，就上时細吼。細唔會吧？細細叫下煮菜嘛。細會啦，我公認會啦。伊都有個感情哦，和同學都俩好，伊都有個默契100分。真見哦，兩組都會當有默契，而家刺客叫佢來，因為冇默契。而家吼，對強站未叫佢咩當有默契，啱個見到靠嘅係實力，跟下水出來精彩的踢怪嘅比賽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的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，算來係亞木卡嘅較上癮，也係亞木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木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嘞！怎麼樣？等我講話是不是？沒進你為什麼不敢講話了？你係地主場，我唔敢講話。對，可是我真的有訓練哦，這個旋翼機動跳。哎呦，那海在拳部分，平常有在划九拳嗎？冇失救啦，冇失救，冇失救哎。呦，好因為媽媽在這邊呢。對對對，媽媽在這邊呢。對對，要做好模範。好，咁唔過大家都有練習過嘅嘛，哈。好，崔健姐姐幫你啦。我哋吼排出嘅係美人計。哦，我以為是美，嚇死我。美人計，來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好，我先哦。一家之主愛最強。強冇強？強樣冇強樣，強冇強？強樣冇強樣，強冇強？冇問題。眼神殺過去，不要我們的強棒在這邊讓他看姐姐看他，強冇強？出去哦，來，加油！現在我當然是贏哦，你不要輸哦，女朋友在看，弟弟在看，媽媽在看 ，OK？ 準備好了哦。好。假是輸了哦，很丟臉哦。大家都在看，好，好不好？準備好了。拿出你的男子氣概來。剪刀石頭布。好，先豎着板。讓他先下去啊，好，抓到那個 tempo。一家之主愛輕巧，強冇強樣，強冇強？看呐，我係講嘅係強棒係嗎？該不會現在是我要跟你 PK 吧主青嘅比戰，來了哦。 ？OK， 你要先認輸嗎？桃園人跟苗栗人要打架了。好，來，來，再靠近一點哦，靠近一點哈。因為讓我來尬住哦，你這麼遠，我會感受不到溫暖。好，加油！來咯，好，來，加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。你這那麼緊張幹嘛？我是真的很緊張。剪刀石頭布，一家子，你會講啊？來，一家之主，你會輸，冇懂。好了，一家之主愛輕巧，強冇強？我輸了。好。好啦，好大力，慢，對不起，謝謝你該先快去，來 OK， 好，你是切了哈，啊，等下我處理拍咧，繼續開始，各位按的對不對？碰會嗎？做得，其實我比較不會這樣。那問一下淑燕姐姐哈，因為有介下一開始該明珠有講哈，該喊住樣哈，大家伙下嘅。演的風範吼，全冇強容呢。冇強樣。你都有去係表嘛嘅東西嗎？呀，嗰個米酒、胡椒粒嘅馬告。馬告，三胡椒，客家話都三胡椒。而係跟演出名嘅胡椒這樣。該當貴哦。對，而且那個很難買哦。800K 啊！1票。哇，米絲冇強樣。所以就胡椒，還有米酒，還有胡椒係。黑胡椒，咩係胡椒粉哦？黑胡椒粒。哦，黑胡椒粒，它就有跟馬告，安用婷婷哦。可是我覺得你的馬告營養哎，因為那個米透人力就挑出來，對不對？哎呦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
好，是变斗哦，然後我哋橋體嘅分眾哦。先簽名一下，好，唔怕，反正要冇檢查哈，我們有實力派的。好，來，計時開始，開始。你要分開吧？咩用啦？你做得講嘅，你做得用講嘅拍。哦，先切，葱拍，酸拍啦。哦，排先排。酸的幾種蟲誒，蟲的幾種酸的，安用，好，對，會衝出來調睇灑灑奔調葱嗎？安用，哦，安用，好，哦，好，你啊，也唔是的哦。愛啦，哦，哦，你窮下切啦，短呢強下切咯，越糖多嘛。被嫌棄啊，嗯，但辛苦你們了，你們也可以講正經下哈，可以講分數冇按好，會把全部記回來。誒冇，因為我係讓我強下同組哈，所以要先加分呐哈。為什麼？因為我這邊先扣分啦。弱勢補助的概念，對，那個齊頭是平等。對，齊頭是平等。安用做得嗎？別切到手。不會啦，反正切出來也分不出來是辣椒的紅還是我的紅。對有冇？ 9、8、7、6、嗯， 7、3、2、耶，時間到。嗆哩哩。好，聲音啊聲音。好，但是我們現在水要來計時1分鐘了，馬上你可以一起做咯。馬上停沒音。有一起做。一起做，強下做，強下做。好，計時1分鐘，搶開始。記到了後會切豬肉了哦。老大家台上講一下，你都要嘅豬肉要買嘅冇強人嘅地方。冇啊，就就挑擺鑼鼓嘅那種路啊，要加埋嘅東西嗎？加鹽、蒜頭、米酒啊，三香筍。粉，五香粉，五香粉，五香粉。五香粉。胡椒鹽，都會加胡椒鹽，胡椒鹽，跟黑胡椒粒啊，哦。 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我們過去睇看啦。等下找來用沙強下做哈。你做得用下做哦。順條就你到薄，位哦。順條，酸條順條含芒。做了給薄。等一下。牙齒吹呢，其實炒工這些並不是關鍵，最主要係給阿德帶來嘅鹹豬肉。嘿，所以等下我品呢是他們在台下10年功的部分，哎呦都不卡滷味啊嘅鹹豬肉。 七月哈，一啲嘢出嚟哈，天數12嘅我。要吃第一次啊嘛！好，第一個。好，有糖到嗎？有，你很低嘛的。幹嘛啊？你做得用下做哦。順條就你薄，位哦。順條，順條含芒。做了給薄。等一下，做嘛嘅你對伊講話和老奶講話完全冇強人嘅情你緒，很意外嗎？你含啲嗎？這真的是顏值的世界嗎？真的啊，不然對啊，真的。哦，難怪。真嘅。酸條會搶手嗎？姐姐老公。會嘛？唔會嗎？唔會啊拉起嘛，學加嚿半咯。好。你看，你們剛剛一起拿同一壺，我看得很不是滋味。你有時候吃完東西都買給我吃。哎，你怎麼講出來呀？等下嘅出題不應答的。好，看他表演要注意。玄宇哥，你跟煙本吼，肉肉的吼，該煮啊，肉肉的吼。哎，原本會長병肉啊。要給補票了。哎呀，為什麼還放油這樣？快嘢拿嚟。補票，補票。哦，他選擇我了啊！哎，現在大家都針對薛毅嗎？跟你們說幾次幾件朋友哎，都被啊倒地耶。好，後後也之後，大家都在來哦。加油！哇，香氣出來了。天哪，好適合有一杯秘魯哦。咁講吼，該我見到嘛個時節啦。炒嘅啊，這樣還沒差不多。差唔多了。我覺得，出油嘅啊，油出來。油已經凍到了。東西圈準備好了哈。但我覺得哦，第二次吹呢，其實炒工這些並不是關鍵，最主要係給阿德帶來嘅鹹豬肉。所以等下我品呢是他們在台下10年功的部分，都不卡滷味啊嘅鹹豬肉。所以還好啦，你不會影響太大。記得我加魚落吼，比你們強。
怎么说？他们加起来有36岁。哦， 18啦18啦， 36啊， 100多歲啦。冇，你啱啱講，你頭先介紹幾歲？你講幾19歲哦，誒，19歲30 37歲，係講唔錯，係37， 37。好，啊，兩隻加有白冷蛇。哎呦，講出嚟，你強龍哦！哎，你们俩不差二人组，要不要换一下位置？对对对，来，给你。好啦，我看咯，你應該摸埋門梯啦哈。過去，趕快，摸埋門梯哈。好 OK 好，我這邊也快好了，來。你看啊，16年啦，幾場咪講夾落啦。憑什麼？好，不要，你不要太小我。我突然發現呢，我改片摸洋葱呢。因為這個好嘅客家面。大概洋葱就兩種，跟原住民啊那個有一點那個原住民的那個什麼烤肉班，烤山豬肉石斑烤肉。所以你等下豆腐哈，讓我媽媽同下帶哈，係啊，有一起住哦。有啊，唔會住冇，這講正經呢。我有。住那層唔係門機，係門媽媽。你住那層，那層安唔呀？安唔呀？你都負責煮晚餐。媽無限時間就嗌自己就幫你做。係啊，就要做嚟食。媽媽，你冇限個時間多嗎？多，多啊我哋會7月哈，2月出嚟哈，天數12月我。要吃梨子啊嘛。好，第一個，你有談到嗎？你喊你媽的，幹嘛啊？你一喊他媽，你們就沒機會了。你兩三冇機會。冇機會。媽，係咩啊呢？誒，唔過我講正經呀，像幾樣吼，已經太也留地不開，正經東西，係啊，讓媽媽聽書啊。是回來家鄉3班要到畢業週歲嗎？咩啲條款做死啊？都條分週歲，看加做乜嘅跳路啊加做乜嘅跳路分，青年返鄉啊，你買中央嘅啊？買中藥，係啊，真的，真原來你自己買的中藥。係啊自。家做係啊。香的。好了，還有嗎？那就買門梯走點門哦。好，你不要教了蔥的部分，而且你哦，哦，差不多哎，我買門梯哦。注意哈，先離開咯。有焦掉的東西不要盛上去。好，先來。 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等下就有赤色困難都帶啲管地度，奈布卡米西卡好食咧。哇！家常料理，而且最不卡嘅米西呀，一定係一隻管片。等下呢，睇下就先來品手可能係風吹嘅米頭咯。冇問題，冇問題，給落去，從布施先來。哦，是嗎？來，擦擦嘅，用係冇。啊，真係，有什麼？我是3層的豬肉。含針對喎。吃素這我沒有。小楊姐啦嗬，讓大家講一下食起來嘅感覺。我從頭班煙錄到時喊那樣啦。哦，我係想挑板沒做錯成時喊啊。你如果猜得出來，你有幹嘛嘅貼片冇票用嘅，半加分。哎呦，睇得準冇？呢個重要就一點冇強人嘅地方哦。叫強嘅係山田煙嘅馬告啊，哦你咪你平田煙你有問嘅。題，這裡出來。你講出來了，所以做得到哦，加分呢。智力的部分真的有加啲半三啲，這裡就是出來出來哦。冇啦，係因為吼，因為呢個經營重要動力對，開啦裡。面那個三浦這部分，你真嘅會懂其他的味道啦。哈，我本樣含住牛啊，貼片含滿意嗎？滿意。拿布卡作為票面票嗎？好食啦，放飯就好。放飯是，你看，六蘭，我們參賽者又要飯了，你看啊，對不對？又沒有準備飯。啊，唉，用笨嚟哦。有辦法。唔怕，我來食。來食嗌雞片嚟嗬，好嗎？來。哇，呢啲傳統嘅米頭，起碼雞。而且有傳統嘅米頭誒，好看好。很有這裡有看蒜苗，這有媽媽的味道。蒜苗，頭班煙就因為東西啊講晒嘅都滷下鹹啊。老娘有嘛冇中用咧？冇空樣，我哋會夾個較傳統，對啊像阿婆的米西，阿呀片呢比較年輕人就比較喜歡。對。人家米頭較重的味啊。哎，好，呢個時間呢，我來隨了評分了，看一下呀個劉師傅，而且來搶分數。
为什么？刘师傅係做客家料理嘅專門的專家。排水哦哈。等下，哈，還要幾乎有咁嘅競爭，來，七師傅搶半副數。冇公平。刘师你全都公平的，公平哈，公平哈。公平。我做嘛，我本機按鹹的來養咧，鹹豬肉本來就按咯鹹豬肉我鹹多係咪嘛？嗰啲放翻咧鹹豬肉啊，哦，你啊放翻咧鹹豬肌肉，加個香氣無同樣。啊你啊咧，啊因只喺一擺煸鹹豬肉，啊留個鹹豬肉啊嘛，到個就洗下槍一啲啲肌肉燒焦味。哦，真的嗎？可是有一點 Abby 點就追求那種焦香味。有一啲啲嘅焦香味。好不好？我七師傅感覺咧，我嘅想法從第一片嘅炒到檔吼，你鹹白做得到，甜鹹油網做得水不洗過，沖一下，撈個表面個東西洗開，是剛好嘅鹹度。你們兩個是在打架嗎？等一下再出去打一打好了。啊，第一片嘛，我想把肌肉教到嘛個太重了。你比方說我挑選食到單食到個鹹豬肉一定食到有麻膠嘅味道，啊唔過我食鹹豬肉撈個太重，一起食落去，肌肉甜味走出來，食到最尾我見麻膠上個檸檬香也會回出來，所以我就是拼到第二片。哎呦，動會講認真呢。評審，而且識到我們的用心了，完全知道我們的用心咁我了。嗌到嗬，前幾就握下嗬，大家握下圈就迷途啦，嗌到很好，又一條傳統的感覺啦，全都好。好，但是呢，都兩管底度上係1-1平分哦。啊，唔過呢，生下來呢，本睇就係先可以去看一下，我來看一下叫咩劉師傅帶來乜嘅4個料理，我來教大家咧。中葡素滷菜，哇！最期待嘅哦，劉師傅叫咩要帶來乜嘅4個菜，我教大家咧。鹹豬肉爆春卷，哦，今年有準備嘅食材有嘛嘅？春卷皮，嗯，有啲好嘢。然後番薯先烤好來。番薯哎，我的愛。番薯，對半個6年來學的鹹哦。豬肉先切好來，這個好，鹹豬肉，洋蔥、大蒜、辣椒，我會切凍卷絲，蛋哎，呀，很簡單嘅食像材。開始。來做。哦，先加油。誒，加油係做咩啊？要先煎不要不要豬油哦，豬肉。豬肉。但咩不是加醬都有哦，不是而且你是搞這個是切成薄片，薄片的，哎，劉師傅，應該豬牛哈有先放什麼東西嗎？有先醃有過。滷過誒，滷過誒，我切到滷誒啦，有加米酒，米酒好蒜香頭，哦。米酒蒜頭，黑胡椒粒，五香粉，然呢？棒，啊，然鹽沒有鹽嗎？哦你要熟誒，啊熟，哦你要熟誒油，半支炒涼，哦，哦，還做得落呢。洋菜葱哎，哦，先不用洋蔥。誒，洋葱先炒，嘅咩啊？然後蒜大蒜，大蒜蒜苗沒有煸過啊？對，蒜泡攞去切絲啊，哦唔加下嘅鹹豬肉，係有細個豬唔會鹹嘅，哦，嘿，哇，好香哦。切豬肉誒絲節，樣嘅切 A 順紋切割 ，B 逆紋切割，對不對？順紋。 A 嘛哈，好聽哦。其實哦，嗌到輸咧哦，係冇老勁哦，你係賣豬苗咧哦，你輸咧哦，完全有失專業哦。哇，好香哦。我爆的哦。來爆料，番薯的部分咧，來，大家看一下番薯的部分哦。嗯，反正已經整到已經綿綿的哦，要整熟嘅，烤嘅啊，用烤嘅。用總不的是，兩套菜吼，就買個種吼，計飯酥哦，就買個冇強龍嘅地方哦。番薯煮用烤嘅下用，啊，那個裡面的品種就有紫色的，你要用這種黃黃這種顏色的是最棒的。哎，台農為什5號麼這麼改？台農5號哦，嘿，因為很好聽的哦，嘿綿綿密密。這是煮的。哇，我試吃看看。我也是看啊，也很有時候呢，排泄。哎，我們重複。哎，你好，你有沒有問大姐他們要不要吃？哎，悶的是冇的。拿過去問。
我拿了大家就不敢吃啦。也是哈，那这给我吃。哎，我还要包哦。哎，这个啊，大家食看，食看。你还没包呢姐弟手嘞，姐弟手。哎，要留一点给我包，留一点给我包。没包还没包，来试看。好好吃哦！天哪！哇，蒙得是到汉中有穷啊，汉好吃。嗯，对，可以分我一块咸猪肉吗？非常甜哦。你是咸毛中不是？来，半熟碰啊。含油。哦，该铺哦，它顺序係咁吧？哎，贵上诶，你得切家长唔嗰种啊。其實你熟嘅，得做皮，食好就要這話個做得咧。我们这一集是3灣嘛，哈，上班。第3版也。哦，對，哎呦，你冇保命哦！对啊，你保命哦，当时哦，被七师傅哦嘿直接赢了。我突然想一件事，Give me 4个参赛者，该不会你都认识吧？對，認識。哦，你完了，难了，手心手背住2隔壁。嗯，那美珍呢？老米珍呢？我住头份，住淑燕姐，没养后几吗？哎，轩逸，你看着他长大，对不对？嗯，好你有看過機？有啊，哎呦，光等給他那我哦。冇通嗬。啊，哎呦，是啊，生意對哦。生一的哦，哈，大家不要马上來3月，3月生一的。你要地圖又水摸出牆啊！七師傅你也靠臉吃飯了，先。忍得，对，生一的，生一的。灭我氣，讓他耐一下，滅我氣。雪玲姐，你也是靠臉吃飯的哦。不會，應該熟着去這表下嘢係啊，未落去因鋪啊。為因為我冇病，後面冇高粉咧，我冇高粉咧，我唔好食粉咧，我冇高粉咧啦，高峰我愛做嘛？冇加冇熟粉係啊，的，冇收粉咧啦。粉啊，那個炸粉，便宜粉啊，便宜粉那佢該收邊嘅時節，佢含會蛋塊咯。誒，但是給唔好你還沒做得用鹼呐，用鹼沒做的。嗯。哎，總不是劉師傅哦，用馬給放翻哦，做得避免它破掉。等一下，破掉就是因為我避免它破掉，做賣現成，今天才做的就不會破掉了。哦，你今年長做嘅春卷皮，春卷皮，春卷皮要因為現做我做生的。意長做戲，5點人戲，今晚加叫春卷皮，所以我前一天就賣啲粗餅做嘅春卷皮。我去，劉師傅在抱怨說我們錄影時間太早了，哎，差不多4點所以紅蔥嘞哦。誒，4點人。哇，哎，切個縫隙嘞，哦，用那個斜切的。斜好看，佢嘅斜面好多東西出來。哦，你都好看呐。沒有看，你睇真有冇？佢嘅面積也按用田，啊你斜片按台面積，看下又多東西。哦，仲一定要切個重要，你要穿它些東西，該很重要，我們都會切大薄片，看起來好多，很有意思啊，應該，來，先拿起來一下。凍醬。好，安娘就完成了。耶！耶，走得起來。哎，做的是口蠻一樣對啊。對，這個我感覺我很想吃。嗯，哎，你練好因為我什麼招？鹹豬肉啦，番薯全部愛好的呀。哦，對啊，好啦我先放過來一點。我剛剛聽到你的喉音，鹹豬牛，好了，不免學了哈。啊，唔過唔咧，上喺色列花團隊題目啊。好來來來大家講手都要學啦。來，我這裡啊，切豬肉誒時間，用嘅切。豬肉大王，豬肉大王用嘅切，好哦。豬肉王子啊。對，好 A 順紋切割 ，B 逆紋切割。來，猜拳剪刀手布，你可以了吧？啊，剪刀手布。哦，豬肉王子。啊，好，豬肉王子。文切，你不能夠從頭到尾放他推。對，哦，剛剛吼小年節吼，咁講係 A，你剛講了的，也係 B，我們覺得 A。哎呦，哦，
A 嘛噶，对不对？顺 A 嘛吼。好聽哦。其實哦，我都有輸咧哦，係冇老勁哦，你係買豬喵咧哦，你輸咧哦完全有失專業哦。哦，我就輸咧就是摸石頭，我聽冇聽啊。 TV 吼，我吞 A 啦。就好。没有機會可以特 A 嗎？沒有，但是沒有關係。嗯好，OK。好來 A。哦。答案呢？是 B。B 你切起來還沒香阿婆。竟然是 B 耶！你看我們豬肉王子，你看是不是他故意害你們？哎，你走好狗哦。你剛剛這裡是故意害他們，所以他選 A 的。哇，你還真的主持人的嘴巴很厲害。我差點真爆青筋，嚇死我！好啦好啦，你寫了哦。耶！而且嗎？要錢過他們才有好吃，等一下。哦，他旁邊是啦哈。哇，淑燕姐我寫的哦。來，哎，糖一個切給上映時候了呀。對啊，現在這一段完全不用做音效哎，係啊。就聽到那個咔嚓咔嚓的嗓音。唔講，你話夾寫，我等不及了。哎，不過我覺得這個真的厲害。嗯，有慢講。我先講。因為要給番薯呢，把這個豬肉的油啊抓起來嘅，古說個蛋漿是要嘅鹹豬肉嘅把米頭會將從不度後要嘅鹹甜，那就會黏成的米頭，有時甜，有時鹹，有時苦，有時候酸，怎麼不會呢？不就跟你一樣嗎？我係食過之後真會相信。哦，嘿，你講我唔相信。哦，當然全部是菜。啊，這就不要了。來，姐姐幫你拉長一點時間了。好，3句哦，準備了，我會數哦。好，大家安靜哦。好，先。入口即化。好。真的。哎，剛才成語。真嘅係入口即化。好啦，唔怕。你。冇咧。其實口感脆脆的，還蠻好吃的。口感脆脆的，真的講到重點。等一下，入口即化，繞口感脆脆，係衝突嘅痛字哦。餅皮。極度。啊，地度我講清楚啊，吼。好，最尾了。3。很重要的東西啦。很重要懂好些了。哎，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，3句話把所有的精髓全部講出來。嗯，你看啊，他完全偏袒啊。真的，他極度給所有的精華極度共都要倒閉，不愧是我們的豬肉王子，給他一個掌聲。觀眾朋友，今日學到嘅歌後呢，做得最起步卡請啊 DIY 哦，冇識到唔怕最起學，好冇？最起點是厲害。等一下，最繞緊我來嚟。心情我對，趕快振奮起精神來。心情我準備好了。所以波米一關呢，1比1，關鍵性的最後一關，等下水出來進行最波米嘅比賽咯。愛係太祖譜，用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族譜實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嘅言語睇見種嘅殺卵盤喎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最美咧吼！係咁講吼，最美一關哦，主題嘅食材哦，係呢一塊是快傳嘅時間，應講散發嘅地區哦，有種哦動到就咩嘅東西，唔講倆嘅東西，你冇講過。真的，大家來看一下哦，嘿，馬嘅東西咧，哎呦，菜條，這個真的厲害了，我跟你說，倆嘅菜條啊，吼，唔咩看佢下下嘅用嘅，我等佢滷好過後，洗澡用起來過後，做一個菜條滾湯，哎呀，你有吃過嗎？他家裡都生我媽媽就煮過，那個多好喝。湯，可是而家有厲害到3萬亞入邊，3萬亞邊水好。散的奶又好，甜食又好，嗰種款中嘅水果好食，菜搶菜果子沒當好食，品質很好哦。漳州的按蔥又按太條哦。哎呀，唔講哦，你喺昨天不能煮湯哦，哎，今天就是煮湯哦，最後一關很簡單哦。沒有，他不是煮湯煮嗎？冇咁簡單哦。我哋啊，我再出嚟題目係炝菜條壽司卷。怎麼做？那個該風菜條，全部係蔬菜同講，啊切到一條一條，撈起主角、同角、冰鎮起來，飯煎起來，美乃滋煎起來切切的，好咧。好，馬上出題目咯。好啦，要出題哦。用班應該菜條外地天公之前查收完畢。用班應該 A 鹹味變苦 ，B 保持嘅脆度。見到3條布好冇？來，馬上會教。來媽媽，馬上，該下係馬莎，該下係姐姐，你下係妹妹，好冇？來哦，
红叶的哦。好，你赢了我就帮你挂项链。我也可以帮你挂。一人一条。好，来，就跟剪刀石头布。哦，挂项链，马上。好啦，咁講紅葉寫嘛嘅 A 還係 B？ 選你啊。 A 係哦，互到咁我哋發苦嗬，不要發苦嗬。行為下苦播出嘅斜斜嘅感覺咯。B 哦，斜斜。你要不要考慮一下？叫行業啊，唔是廣機啦。來，馬上 B 係冇，因為寫 A。我開始答案題。講3秒啊。你有眼鏡糖啊？誒，你講係基本上先，你講係基本上。真的3秒嗎？真的真的。 OK， 他好。只是做個殺青動作。好。哎呦，是安醬哦。對對對對。安醬啊！誰妹安醬，誰妹安醬。这要用啊哈，要我因為主持嚟啊。二樓馬上 B 係冇，因為寫 A。我開始答案題 B。上嘛啊，上嘛嘅。你點解用乜嘢呢？因為要等一太早，日頭出來嘅時節，來溫馨採收，然後唔會落個頭夾嘅受到陽光嘅照射，還唔會寒陽，安樣嘅。哦，陽光啊。陽光。哦。總共已經呢，熱頭望出來以前，就要夾去紮起來，然後就會卡車。隨住來進行比賽咯，我使唔使咩用叫聲咩 ？OK。可惜。對班嘛嗬。對班係。高興對班。看唔該濃魚嘛？我熱頭。係。對班啊，對對班當對班對班，對班，對班對班當伊台見語，到哦。誒對班。做得冇？做得。講一濃嘅粗體哦。粗體錯。粗體嗎？做得係，哎呀，聲音哦，阿勇看唔會濕係冇？係。是嗎？係，還冇他唔會出水啊。水，哦，咁冇是都會脆脆。懂啱我聲音的哦。好，那個我哋來看另外一片啦哈，唔加油哦。好。跟喏，咩講意思？龍毛片衝人奇怪，跟弄個去掉喏，戇哦戇妹哦。唔係，呢個出，呀，怎麼得用你啊？做得。喏，哦，安樣切切天妹嗬。哎，等一下。對啊，棒，時間冇了。 9、冇時間咧，冇時間咧。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黃英，玩馬莎。該風草體做得先表來同吧。先表哦。該下幾位啊？雖然哦，你總得停出來，不過我睜一隻。總得幫忙的哦，總得哦，一聲音停，一聲音走停，一聲音走停。為什麼他們都那麼細啊？陷阱過嚟跳，我過來記住切落去。各有各的。該係水肉滾嗎？有，唔怕，等下走得。誒，該小黃瓜會幾多啊？小黃瓜差唔多撈幾兩熟咧。哦，安用又拿了呀，又拿哦。還有，又嚟，不用下去嗎？唔是，還蠻好，不是該表還大概3秒殺青動作時候咧。哦，我這整集腦中都是醋意，都是醋意啊！你怎麼知道今天有醋飯呢？沒，因為一切講哈，撈那軒逸講話，我今天心情很不好。軒逸馬莎，哎，基啊，基耶馬莎，哎，客家界第二帥啊。第二帥，對，第一帥是誰？你啊。小鐘哥吧，哎哈。呦，一定。不要得罪客家一哥。 OK。哎，你倆冇。好，我們去看我們那邊咯。等一下長落喲。做 demo。哎，我們的林毅也切很漂亮哦。切差唔多開哦。你得要跳糖度，紅蘿蔔先變佢糖嘅嗬。對。係因為我頭先講，嘅酸度用佢如何要冇被賣出來嘅時節，佢鹹凍酸，你必須愛落佢糖過。你看，他們有過對。愛糖過，差唔多10分鐘到15分鐘。呀，不用落去。不用落去。這個高一海水嘿，這下時候咧哦。殺青。哦，你上昨天那起來咧。沒有啦。幾講咧？先聽啊，幾講3秒啊。差唔多咧。幾講3秒啊。你有眼鏡糖啊？你俺講係基本上先，你講係技術上。真的3秒嗎？真的。 OK，好。他只是做一個殺青動作。好。OK。
还有嘛个我做得放你我红黏黏啊，不给弄到松松。当年都松松哦，苏打袂多给哦。该爆好爆。弄松不是弄棉哦，哦，弄松。 6、 5、 4、 4、3、 2、 1。反应，反应。老可以把弄松就好，当然多赚来时间，我们来用厨师帮我，请他帮我们。该炒有了去了，不给照哦。冇问题了，冇问题了。保卫时间留意哦，给老。不要念 Q 它变起白哦。睇我冇錢啊！睇我啊！我哋要90秒做得用，做得老廚師讓你聽書哦，報紙揸俾你看。好，大家不要做先報，好，來，戚師傅，现在就只能你做了。嘿，廚師幫我 Q 3秒，下回事。變了水我含冇飲飯會不會聽到啊？哦，大家圈幾隻時候咧哦？一間盤唔係聽到呢。到底會唔會聽少嘛？哦，最少會報紙架本來都要看啊。你睇放油啊，按樣樣鋪不給香啦。哎，該放。普通按豆包哦。哎。佢本來動緊咗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停，放掉。放掉哦。記落，按樣好，按樣好。哎。薛夢七師哎傅。哇！哎呦，很漂亮。怎麼切就讓你發揮創意了。怎麼切就你，OK。唔怕啦。好，走吧。哈，蜜饯接了哈，切的東西哦，一定動蜜了哈，一定很美。很密哈。好，冇問題好，哈。你先攞嚟一片。我哋有先走了哦。冇嘛問題哈，加油。粉條多嗎？差不多嗎？可以嗎？下平的。弄平壓平。下平的，嘿，唔怕。好，可以嗎？走的哦，我容了那等一下，那先幫我把這個剪掉。走的咯，我倒數了。跟我一樣，給蘇打被拔下來。好，馬上。等一下，我們還沒脫手套。對。還沒，先戴手套。先戴手套。準備動作嘛。對。還沒。好忙哦。不要吸氣。好忙。而且這是要我講。好忙哦，好忙。來，軒逸來，你來講。來。你看呐。來，你說廚師幫我，3聲沒有搶，可是來看前面。廚師幫我，哎呦，3聲沒有，3聲沒有，可是。好。多悅耳啊！你看呐，完全要講國語哦，你還講悅耳。大白哦，我講漢語哦，只要講不對哦，你怎麼這樣子講？有那麼快嗎？有哦。寧穎還沒包，紅蘿蔔還沒包。呢度可以哦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停嘞！走開了。你看啦，差別待遇啦。OK。而且等下媽媽你就發揮你的創意，調剪米剪模喲。係，做得切咧。只有電機按用嘅方式。好。做很多。對。哎，我都要做得很好多。擺盤哦，可以擺盤哦，兩寸哦。你還沒做得容哦，擺盤哦。還有時間哦，哈。擺盤了。哎呦，是安醬哦。對。哎呦，你做得起卡冰啦吼。安醬啊。誰妹安醬，誰妹安醬。這要用啊哈，因為出去了。可以啊，你就。叫擺盤做擺盤嘛，加油發揮有創意哦。哇，淑燕姐姐，你平常時都無下做出來按摩功夫的吼。來你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大家就吃吃看啊，都在兩管地度，我們哪一家張係你嘅太重譜咧？哇，這個最對面啊關咧，這個手卷的部分哦，看得出來連擺盤兩家布卡都發揮而且這個創意哦。試試看，好針掉誒。你兩啥感覺？好選。我其實都講唔出話了，下來是一個。好一山一點啊。
好难评哦。好，这个时间呢，先请你的刘师傅上好势的抢分数。得多几分哦，还有几分，还有几分。你下看水老应该七师傅抢分数。得到了节目的胜利耶！恭喜啊，恭喜！我想知道奖评我们这么厉害的原因是什么？都在这么厉害的原因呢？爆雷冻晕，哦，爆雷冻均匀呐，冻晕呐，颜色又出来，加素体的原因是色摸摸出来。加俩地图的个红萝卜摸色摸摸出来，哦，主人唔怕啦哈，还是要七师傅咁講咧，我想講睇了朋友啊，佢個壽司有報道見到凍河凍醬，唔係我見啊，你見的啦，係啊，我講你嘅部分，佢見的是凍啊，啊你會唔會像個劉師傅講嘅，可能係我嘅問題，係我嘅問題，眼問題啊吼，跟顏色又要摸走出來，差一下風色啦，所以你下一次知道了吼，那你拜第啊，然後已經講吼，拜託，見到哪個角色很像了，任何錯我們擔下。你承擔。那我要2行熱淚要流下來好啦，今日吼全當分題啦。今日藍水得到3分，紅水得到1分，鼓手打頭名嘅就係你藍水咯。藍水得到加財金3000塊，恭喜恭喜！但是呢，我必須要說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因為雖然都冇打頭名，唔過你得到我們這個翡翠煎鍋跟湯鍋200包誒，恭喜發財哦！有聽嘛？有哈，來，做的。你看啊，你啊，蜜他也做的本來搶哎，有包嘅。哎，做對啦。蜜饌接呢，臉色很尷尬啊，你想要對不對？那你先保斷告吧，告吧，你下一位就再告沒有那吧。天哦，昨天去買夢想，好啦，今日來參加比賽嘅心情來大家講一下。很高興啊，因為第一次參加這種節目哈，所以就是都盛氣的啦，啊，好高的啦，安尼啦，希望很有機會來參加。真的咯，有哪包嘅人呢？先向呢淑燕姐來老太分享一下你要不要參加嘅心情。哦，今日當歡喜來到呀，到誒老客家鄉下煮菜吼，學習咧動作啊，啊劉師傅吼搞誒個春卷吼，用安尼菜地嘅食材吼，番薯啊吼，個洋蔥鹹豬肉嘅安尼客家料理吼，按鄉下搭配當好食嘅菜吼，客家來推廣出去吼，同客家人來分享。今日真係當歡喜哦！我哋大家都係好朋友嚟到節目當中參加比賽，就像剛才頭前講，其實喺你節目當中真係得到係當到你嘅體驗哦。體驗呢來到節目當中來煮菜啊，來料理，真係係當好嘅體驗。希望你睇自家都做嚟鄉下來報名參加。係啊，假使哦，你對做菜哦非常有信心，假使你對煮菜哦非常有興趣，無論你係母子還係姐妹。還係你想為讓我比較，馬上還好，難道全組隊來報名參加？好，家下用睇架車翻去答唔衰咧，因為要變開現當係上應該冇咁困難啦。哎呦，夾來！好啊，依家製作人你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！希望你哋哦，咪恭喜！